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10月13日，就是这个时刻来赞美。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拉3章10到11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以斯拉3章11节。他们对唱，感谢赞美上主说：上主至善，他对以色列的爱永远长存。每个人都大声呼喊，赞美上主，因为圣殿奠基的工程已经开始了。就是这个时刻，感受到上帝的呼声，试着将每一天都看作是一场冒险，谨慎跟随向导的计划，不要一直注视前面的日子，意图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设定，而是要专心仰望他与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为生命的一天感谢他，赞美他，明白今天是宝贵而无法重复的礼物，信任他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是否感觉到，心怀感恩与信靠，会帮助我们用他的眼光来看待事情。今天的经文来到一个让人很兴奋的时刻，就是他们开始奠立圣殿根基的时候，祭司都穿上礼服，站在个人的位置，手拿着号筒，利未人亚萨的子孙拿着摇把站在那里。他们按照大卫王时代传下来的规矩赞美上主。他们对唱，感谢赞美上主说：上主至善，他对以色列的爱永远长存。每个人都大声呼喊，赞美上主，因为圣殿奠基的工程已经开始了。从今天的2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越读觉得心越开，越有一个确信，越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上帝。或许世上的人告诉我们，这位上帝在哪里呀？我怎么看不见呢？甚至于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人也会挑战我们哦。你们所相信的上帝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注重重建圣殿呢？圣殿就这么小，你们的上帝就这么小，住在这么小的地方啊，哪里可以知道他的伟大的地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听过人这样挑战我们吗？我相信在当时候这个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这个听到的挑战，对他们的质疑恐怕是比我们听到的还更多可能更直接或许也不是只是善意疑惑而已，而是来自于恶者他们的挑战、质疑，甚至于讥笑、嘲讽。但这一群神的百姓，他们领受上帝的应许，就是要重建所罗门王当时候所建的圣殿。今天的经文就来到这个圣殿的根基奠定着这个基础的工程就要开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有一点我们以为圣殿重建好了，而是在那边开始赞美神，来唱歌赞美吗？怎么感觉只是开始啊？对，奠定圣殿的奠基的工程开始，那可是很重要的哦。如果我们稍微查一下历史，我们可能就知道所罗门所奠立的这个圣殿，它在殿前其实是有2根柱子，一个名叫做雅金，一个叫做波阿斯。雅金是神建造、神建设的意思，波阿斯是靠神得力的意思，表明了建筑第一圣殿是由于神的指导，并靠着神的能力。而今天经文如今要重建的圣殿，何尝不更是凭着神所有给机会能够重建呢？从我们过去我们所得的经文以斯拉，我们就知道，若不是神怎么可能？因为今天他们其实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没有被这个重新建立，他们仍然在波斯底下，只是神用了这些波斯的皇帝，神用了，那不就是神
给力吗？是从神得力的吗？当这些被掳的归回，他们其实是没有势力，没有能力，而且环观那时候的国际社会邻国啊，哇，可是敌人，到处都是敌人。若不是神在其中随时引导，并做他们随时的力量，他们所希望的重建的圣殿，绝无成功的一日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他们恢复了这样子的根基，奠定的这样根基，虽然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已经毁，但根基仍然很稳固，而他们就是要把圣殿重新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要恢复重整。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短短2节，看到他们是按照圣殿开工的仪式他们穿的礼服是按照律法要求，是为了能够荣耀祭司而制作，而祭司代表的是神，他吹号也是他的任务那我们其实从历代志下都可以看得到，而把这个乐器来赞美神是利未人的这个任务，按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子，其实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下展开赞美，真的是不如大卫当时候的壮观我们想都知道。然而是超越外在的规模，因为他们其实是脱离了那个灾难，重新恢复祭司的以色列民族而言这个其实是已经很激动、很感动人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需要被激动，我们需要在那个艰难围困的时候，在我们已经想要发出那个怨言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要来唱诗歌，对吗？我们从旧约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其实他们可能唱过许多的诗歌我们可以知道说，从旷野在海边，他们也唱过，在红海旁边也唱过救赎的诗歌他们的赞美是没有停过。当他们经历危险艰难的时候，就是起来赞美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赞美吗？我们赞美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呢？是我们仍然在困难中，我们就能够预先来感谢，就像他们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圣殿还没有盖起来，但他们知道有确信，就起来赞美。我们来默想我们的生命当中，曾经经历在赞美中信心不断被升起，在泪水中我们依然坚持高声来赞美时，我们的前面的路虽然渺茫失望，但是上帝赐给我们每天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我们就是起来赞美就对了。而我们起来赞美的这一位是怎么样的上帝呢？有一首歌，或许我们常在唱，就是我的口要不停赞美，我的手要不停高举，因主你应许是我的信心，每个困难我经历神迹，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信实上达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我们高声唱的是哪一首歌呢？这一首歌会影响我的心境，这一首歌是不是犹如今天以色列人民他们奠定这个圣殿的根基的时候，他们感谢赞美主，你是至善，你是好的，主你是多么美好，你的爱永远长存，好不好？让我们也一起来赞美这位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这一位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你应许永不离开我们，你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与你有亲密同行的生活，主，我们绝不会落入到那个沉闷老套当中，而是你给我们不断每一天都会有惊喜。我们真的要来抵挡我们自己去寻求捷径，想要轻松度日的这个念头，
而我们反而是要来顺服你一切的带领，而且要来赞美，不管前面的路多么的陡峭艰难，但主，我们确信我们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主你的身边。谢谢你永不放弃我们，谢谢你应允永远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我们今天就是要在赞美中信心不断的升起，活出信心的一天。我们明天见。